根据了解，台南旁边的产量甲产值拢是全台湾第一。今年的总产量已经有1945吨，高达4.8亿的产值。尤其营养旁边特别的澎开，更备受消费者喜意。为了确保品质甲食用安全，市府农业局每档拢会举办品鉴，并通过产销履历标章。会中市长吴伟霆嘛伫产品展示现场体验操作采收桶，并大喙试食。用离心力哈，对，太矮嘞，像在萃取那个蜂蜜出来啊，太矮了，蜂蜜就一定出来，有无？有龟哦，安尼就安尼水出来，赞不赞？好甜好香哦。今年所得奖的农民总共41位，以蓝色6位上济，分别由客家议员颁发头等奖27位，由市长吴伟霆颁发14名的特等奖，肯定辛苦农民高品质，也将台南由一个旁边小解给大家，嘛要拼世界杯。台南市喜胖的火素、香素、香素一箱一箱的养蜂箱，还有产量。产值拢是全台湾第一名，但是量第一名，我们接下来品质也是第一名。你看了，这样你要得特等奖，14位特等奖，27位头等奖，这都是台南下面上介好的一个保证。而且市长要代表台南市850万市民来肯定咱蜂农大家用心，会当互咱的蜂蜜会当名闻台湾。接下来要享誉国际，要打世界杯。去年因为疫情，第一摆停办颁奖典礼，今年恢复嘛扩大宣传，要用上天然安全的蜂蜜来开拓国内外市场。今日新闻，军职和侨邦采访过的。